台南除了有著名古迹以外，阁是国内外汽车工业三大产业聚落之一。汽车及零组件制造厂商有500多间，其中不乏有隐形的冠军企业。市府希望透过主办第一届2023台南车展，提供汽车零组件产业尤其展销交流平台，并增加参展厂商产品曝光的机会，制造汽车产业链商机。台南市是台湾最重要的汽机车零配件的一个重镇。刚刚罗理事长也特别提醒我们有570几家的这些企业跟工厂，占了台湾的大概1/5强，有20%的这些相关的汽机车的产业，的这些公司工厂是落脚在台南。所以不只是对台湾在汽机车的这个产业扮演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，对整个全球市场在汽机车零组件的这些所谓的提供或是研发上，也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一个角色。所以这个展览，不管是对台南也好，对台湾也好，对整个国际市场来好，都是非常受到瞩目的。所以我想非常难得的机会，一定要邀请所有的好朋友们，2月24号到27号这个展览就在台南我们的会展中心。经发局长林英川指出，这次车展的展期为2月24到2月27，4天的展期规划展出新车大展、重机车展、汽车零配件等这3大主题，集结了近100间厂商参展，展出规模达到422个单位。今年我们特别办车展之外，我们也着重在重机跟二轮车展。那汽配件这一部分，我们也把它放进来，所以说今年有这3大项的展览。那这个部分也可以将我们台南的重要的一些产品往外让大家知道，也可以广为宣传。那通过这样的活动，我们也希望可以为在参展的厂家可以带来更大的商机，也可以让我们台南的经济更加繁荣。不止车展，市附近加码伫2月28号，同款伫大台南会展中心举办台南摇滚春天演唱会，邀请告五人、迷先生、袁少年、AKB48、大基、有真情等艺人演出，而且完全是免费，欢迎喜爱这艺人的民众会当到两厅院订票系统免费售票入场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